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5，诗篇109篇21节安尼讲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好款待我，照你至善的慈爱牵救我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至善的慈爱牵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对创世以前就透过基督拣选阮，互阮通领受对起初你就为阮所有备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，赏赐阮到满满，因为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通伫你的旨意内面，通过基督来承接你所赏赐的基业，互阮通得到丰盛的活命。阮要感谢你无煞，主啊，阮伫患难中，求你拯救阮；阮伫困境中，求你救拔阮。主啊，至高的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好款待阮，求你照你至善的慈爱牵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